阿個 father 咧28號就開始去上海工作5天，最後一日留喺上海係幾月幾號？呢啲關於數日子嘅嘢咧，我有個口訣想你幫我記住嘅。我哋個口訣叫做有前後不計當日。頭先有同學仔咧做嘅時候會問我㗎，阿賢 Sir呢度咧28號起就去做5日，咁到底28號計定唔計當日咧？我哋只有一個情況唔計當日嘅，就係有個前字或者後字。呢度有冇講咩幾日前幾日後嗰啲嘢啊？冇㗎嘛，所以我哋要計埋呢一日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唔該幫我真係用翻最低 B 但係最有效嘅方法。我哋可以數手指，28號冇前字冇後字啊嘛，係咪啊？所以28係第一，跟住29有冇30？有31冇，所以就係10月1、10月2。所以最後嗰日喺上海做嘢係幾多？10月2號。但係有前後不計當日，咁即係點呢？例如啦，鄭佑君喺今日中咗元帥一招如來神掌。今日幾號啊？10月24號好似係。跟住元帥同你講啦，3天後你就拜拜啦。今次我哋24號計唔計？係唔計，因為有個前字或者後字，即係話我哋一開始數係數24定25啊？25先啱，所以係25、26、27，即係話會喺27號嗰日就會毒發身亡㗎啦。所以如果到時考到你數日子嘅，記住有前後不計當日。